我想到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在上次见。像阵地后埋下的微尘，剩一句没出口的吻，谁的就是吻。橙色不远，晴空快，就在前面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我猜你身在镜花楼，却心系天下，那一定是很喜欢居高临下了。其实我更喜欢走在街上，就像他们一样，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平平安安过一个上巳夜。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，见自己心爱的人。伊里湾，吃荠菜煮鸡蛋。来，逛逛夜市。折一只羊羽，沾上露水。伏羲去哉。这种事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。原来那一日，你说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做，好不好？